為向打工仔致敬。工聯會今年5·1勞動節期間舉行一連串探訪工友大行動。工聯會7位立法會議員吳秋北、黃國、鄧家彪、陳穎欣、陸頌雄、郭偉強、梁子穎聯同工會同埋地區服務處嘅代表分別陪同特首、政府官員落區探訪前線工友，深入了解打工仔嘅日常工作情況，聆聽佢哋嘅聲音，展現對打工仔嘅關懷與支持，對打工仔嘅社會貢獻予以充分肯定。落區探訪工友官員有行政長官李家超、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、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、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、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、教育局副局長施俊輝、發展局副局長林志文等，分別到機場、安老院舍、中式酒樓、酒店同埋地盤工地等地方，同工友面對面交流，親身了解工友工作環境與需求。勞工係香港經濟嘅基石，讓我們一起攜手弘揚勞動精神，致敬每一位辛勤工作嘅打工仔。對於我哋勞動精神嘅弘揚啦，以至到咧對於我哋前線嘅員工一種打氣激勵嘅作用嘅。到我哋基層工作裏面所面對嘅苦與樂，喺呢個嘅過程裏面，正正就係體現咗特區政府對基層嘅重視，弘揚勞動精神，弘揚勞動精神，弘揚勞動精神，攜手建設未來。